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 已经过千万年，也通这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 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大魂。 抬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真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 袂停，感觉世态，伊势变成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一嘴比一情较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 叫我的半生半世，无做无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 幸福快乐，做美拖舒服。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 也通这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 踮伫咱的梦
卡囤足机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感觉世界伊势比像看台，当讲转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之绝比之情感真的，看你分辨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都找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做味拖舒服。若是月光，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袂做衫先做领。袂嫁翁先生囝，大家做伙来，要看卖影我唱啥？你较穿新衫，就伫咧5月25下晡1点。爱来哟！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
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界伊是非常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身边只全是一情到淡的，含你分辨是我的最爱。大家午安，不好意思让大家等了一下，因为我刚才把这个蛋糕尊爵不凡的我的生日蛋糕从客厅慢慢的移动过来。对，因为它早上超硬邦邦在解冻。哦天啊！生日快乐，朱迪卡！我的生日蛋糕居然前2天科赛特说什么像什么核废料我看到快疯掉了我然后比对一下那个 mark 真的还蛮像的。大家午安，我把 B 卷开出来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哦。我考起来齁，我随便抓一个 B 卷进来，等我一下。好，我是用咱的卡夹齁。好 ，B 卷太大太小声，可以再跟猪猪说哦。生日快乐！祝福猪猪这周生日快乐！我好快乐，我好快乐！为什么这个蛋糕不是寄给你们吃？为什么这颗蛋糕居然是我自己要吃？这家就拍这小的你刚才。既然是我自己要吃，不是叫互恁要吃，你来吃的呢？三色豆蛋糕，说真的，宝贝，我真的觉得三色豆它真的算是好吃的。三色豆要配蛋糕吃，真的完全无害，
是不是？有收到就是猪猪寄出去的高阶会员的蛋糕了。那其实我真的觉得三色豆蛋糕已经不算什么了，比起我今天要吃的这一块，真的不算什么，你知道吗？我很快乐，谢谢大家，我真的很快乐。我今天会放慢脚步，好好的品尝这一颗由我们趴趴熊 AKA 福利熊送暖的这颗蛋糕，以及加上您各位有进葡萄干的加持，好不好？你看，看我多有耐心，一颗一颗的排放上去，但你看到都不可恶，好想分享给你们吃哦！这个东西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吃，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要吃？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哎，干呐！虽然说水里跟我这是 David Day 啦哈。这个马克杯啊，现在我们那个就是周边卖场也是还有在贩卖中啊。你现在看到这些周边，其实像周边卖场都有哦。我们下方资讯栏或者是机器人时不时上工哦，会丢给你们的，是吧？会丢给你们的卖场，就是由我们技图小伙伴阿欧以及 Eric 老师替猪猪整理的。往后猪猪任何的周边，还有这次我们的丢币专辑，全部都在我们的周边卖场里面一应俱全，一目了然。也就是说，之后大家不用再跑这里跑那里。我们卖场之后就是固定会在技图的合作卖场，好不好？哦，大家先从上面的杯子蛋糕开始。对，宝贝，我是因为女生的思维比较向上吗？我待会也要先从比较不可怕的地方开始吃。对，就是这个可爱的杯子蛋糕。对，所以快去吃牛肉面，怎么这么好，大风老师，谢谢。生日快乐！是我好快乐，我真的很快乐。你看，慢慢享受。好啦，我慢慢享受啦。来，今天是这样的，猪猪就是慢慢吃，我每一个地方我都会浅尝，每一个地方我都会浅尝。对，那今天如果想要指定猪猪吃很可怕的葡萄干区域的话，或者是其他区域也可以啊，你们可以随意指定。总之就是猪猪是5月30号过生日，5月30号5月30是我的生日，所以今天就是抓个530的这个数字。好，如果有抖到530这个数字，你们就可以指定猪猪要吃哪一块，就是一大口里面有的配料，你们可以指定啦。好快乐的蛋糕。你确定这个是快乐的蛋糕吗？叽嘎加いらっしゃい。叽嘎加，听说你也在高雄对不对？过来陪我吃蛋糕，拜托。好啦，叽嘎加我们的冲绳人语伊朗伫咧Okinawa啦，那我肯定伫咧高雄啊。叽嘎加，我这个蛋糕我今天要自己独享了。谢谢芝花有来看猪猪的新衣装之后，没想到迎来的是一块这么可怕的蛋糕。对，杯子蛋糕请加葡萄干一起好不好？我今天我所有都会浅尝，对，但是呢，今天就是对我打死都不要一直吃葡萄干，所以就是如果要指定猪猪吃哪一区块，然后你们可能只能用斗内的指定猪猪了，对，满530才有办法指定，不然其他地方我就是浅尝哦，我就是浅尝奇卡酱，你也觉得葡萄干是邪教对不对？福利熊，我真的谢谢你啊！而且福利熊啊，已经手刀福利熊我们福利熊手刀福利熊了，谢谢总之生日中呢，大家就开开心心庆祝，然后不管是赞助大额小额呢，猪猪基本上都非常非常开心哦。我们这边其实常有一句话，就是大额小额都是好额啦，额度的额，但是你们想要切换成鹅肉的鹅也都可以啦，你们想切换成鹅肉鹅也都可以啦吼。对，总之就大家不要有压力，然后如果想指定猪猪要吃些什么料，530就可以指定没指定也没关系，我今天也会慢慢的浅尝，慢慢的。吉卡酱救我亲爱的吉卡酱，我最爱你了，不然只有我一个人死，吉卡酱要陪我，不然只有我一个人死吉卡酱我最爱你，么么
狂，不能只有我一个人死，疯狂破坏朋友这样子。葡萄干这个整，我真的是这辈子我真没想到会拱出我最害怕的食材之一就是葡萄干。你看拱出来变成这副德行，我就得吃了，你知道吗？我还有另外一个不敢拱出来的食材，拱出来就完蛋了，拱出来一定又被弄，所以我打死我都不要拱出来。所以我给他们一个棋，那个棋比较难拔，就是说我的精装版的专辑，如果大家有买有买达到75张的话，我就会拱出第二样我害怕的食材。对，但是这个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对，然后同步的也希望大家好好的支持我们的专辑。我们专辑真的是超高成本、超高规格在制作。不管是音乐老师们，或者是我们这次的装帧啊，我们这次的排版啊，各方面，我们的屌逼阿公也在线上，他的肝都烧没了。这蛋糕高雄人看的也怕是吗？可惜了，昨天被那个什么滴滴答答，我也没想到，我就是想说随便找个谐音梗22666，想要好好设一下，然后跟大家玩一下，就是代表说我外带给滴滴答答有吧。像怎样，迄小妮妮一来就我来口拍一下就无啊！我来口再拍一下就无啊，我嘛无法度。既然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受害的话，趴趴熊请搞事，谢谢。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受害，可恶！大鹅小鹅都是好了，没有错。食材吗？对，食材啊。他问你在想什么？所以是食材吗？就是我害怕吃的东西，基本上就是食材吧。要不然我总不可能害怕吃什么，害怕吃杯子啊，或者害怕吃什么什么不是蜂蜡章啊，什么袖珍章什么之类的吧？对，怎么又在晒内裤？我没有在内裤啦，牛妈。好啦，谢谢福利熊赠送的这颗蛋糕。其实我做的很开心虽然说怕归怕，但是我在烘焙的时候，其实对我而言都是很治愈的时刻，一颗一颗排上去。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的那个烘焙顾问，我们的李威嘛，就是他都会在旁边看说，他每次都觉得说我很神奇，为什么这么麻烦的事情我都很像可以做得很享受。对，我就说其实烘焙就是不觉得它麻烦的话，其实它真的是很治愈，即使就是排上去很可怕，可是过程是真的很治愈。我这次的蛋糕的那个影片录了还蛮多的，我再传给水灵宝贝剪辑。对，谢啦，感谢你各位的有劲葡萄干哦。感谢我们泡泡熊也给能哥啦，我吃我就吃，我今天就浅尝，除非有被指定，不然我就轻松吃哦。要有人指定葡萄干才可以啊。你们那个福利熊已经那个丢了30块了，你们看那个什么500块谁要补一下哦？我可以接受你们接力补了，因为大鹅小鹅都是好鹅。打个比方，讨厌柠檬会不会说？不会说他讨厌的是食材吗？可是柠檬对我而言也是食材啊，柠檬它是食材啊，不是吗？对我而言，柠檬也是食材任何可以吃的都是食材，对吧？只能打7、8月的6月这个，好哦。接下来，我们5月份的解决之后，我们6月会是什么样的破坏料理，各位敬请期待哦。然后也感谢机器人猪猪周边预购中，我们机器人上工了，应该是大波老师替猪猪编辑的，谢谢。我会说水果是不是啊？是啊？等一下，阿崔，我全都要等一下。阿崔，等一下，为什么那个没有上工，对不对？阿崔，你等我。这 Google 小姐没有上工呢，你怎么没有上工的啦？我们阿崔都已经出现了，你怎么没有上工的啦？好，福利熊我都吃，你等我一下。阿崔，你怎么可能会来迫害我了？阿崔怎么可能会来迫害我呢？那我可怜呢。好。你们待会就是如果有抖那个互动平台的话，如果还是没有出现声音的话，再跟我讲一下。我现在把声音再重新调整了应该是再会出现了。谢谢阿崔。等一下，那这样子，阿崔这个是我是要吃几口啊？等一下，福利熊我都吃，
那福利熊，你应该就是这一口应该是指定葡萄干啦，这个连问应该都不用问了哦。那阿崔，我看一下2120除以530，看一下2120除以530，等我一下哦，2120除以530，这样也算是调出猪猪的逻辑了吗？等一下，太坏了，他哇不可以哦，完蛋了，感觉会被猜到，不行，真的没有上工，差点就会注意到是不是什么蛋糕嘛？啊，对嘛，什么蛋糕？但是我做的好开心，这是外 C 的给能哥，这是我的生日蛋糕，格调先生。阿蔡，谢谢你的参与。如果待会你们有丢那个互动系统，他如果还没上工的话，跟我讲一下，可能是我把那个关掉了。等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我这两天一直在看自己的新衣装，不管是表情啊、我的化妆啊之类的，你们喜欢吗？我自己看的是很满意啦，不好意思讲，我自己看的是好喜欢哦。对，我自己就很开心，好，就是看得很开心这样子。好，等我一下哦。OK。好，我顺便把那个眼睛稍微调整一下吼。好 ，OK。所以迪卡觉得葡萄干不够多吗？葡萄干够多了，色红，葡萄干够多了。你看你们的有机葡萄干。对了，泡泡熊什么？泡泡熊1次，阿吹4次吗？哦，谢谢他娃帮我算出来了。好。那请问，敬爱的阿吹，这4口你想要指定猪猪吃什么，还是我就是随意大口吃？阿吹对我最好了，我应该是随意大口吃，对不对？我知道这个福利熊一定叫我直接先吃，就是葡萄干的部分。谢谢高志老师，而且高志老师前2天生日，对啊，生日快乐，都是5月份的宝宝我们。右边那个算是什么？某种驾驶舱露出啊？啊，对，不好意思，我刚刚那个在开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不好意思，因为葡萄干不够多，所以才有东西在上面垫。我其实真的觉得这2块很可怕，但其他对我而言真的无杀伤力就觉得很可以这样子。等一下，为什么小妮妮出现？小妮妮。新手的中岛平安大探机，小妮你什么都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下面那个莫名其妙的那个什么奇怪的集资条，对，完蛋了！我觉得大佬通常都是看到集资条，就不管是什么状况，先丢再说。你看阿吹一出现，马上先丢个4次，马上就走掉，好可怕！真的吗？社猴双子超赞的哦，我真的觉得可以生而为双子人很赞。双子，我遇到很多双子，真的其实他们都是很正义、很单纯的人。对，双子其实很好相处的人。自肥，自肥。这是对防弹咖啡，这是鸡卵糕，这是我的生日鸡卵糕。哦，这是阮兜的这个总裁吼，伊叫做福利熊熊福利的这个福利熊送的，吼顶头迄葡萄干吼是咱米刷送我的哦，5口而已啦，没问题啦，不过才5口，对不对？来530选一种口味，我们先从趴趴熊开始，先从我们这次这个蛋糕大佬哦，我们感谢趴趴熊这一口，我绝对是大的。来，趴趴熊，没有意外的话，你一定是叫我这一区对吧？还是这一区跟你选？来，就趴趴熊意外的叫我选那个什么哈姆也是有可能哦，叫我选那个热狗的部分也是有可能哦，好像炒饭，不可以炒，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葡萄干拿掉真的是可以拿来炒饭哦，双瓶座吧，可以，双瓶座也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不好？双瓶座也都是好宝宝。双瓶座是什么啦？双瓶座，大家大探机，这个鸡卵糕的内底是甜的，就是一般的戚风海绵蛋糕，一般原味甜甜的这样子。然后
呀，下面是为什么是三色豆？我嘛想要知影是安怎是三色豆啊？要晕哦，还有葡萄干，哎呀，炒饭蛋糕，炒饭蛋糕，小弟弟，没事，稳的。我现在只有5口而已，对我现在5口之后，我就可以好好的享受其他的地方了，对不对？好，葡萄干区很好。福利熊葡萄干区这个汤匙，你看一口就是这么大，对，你们的530就是这么大，知道吗？好不好？很有诚意了，好不好？哎，来嗨推立功，昨天那不是蛋糕这种葡萄干，不然这样好了，水母先生，我下次把那个福利熊那个寄来的那个整包葡萄干撒进你的那个包裹里面，你觉得怎么样？对啊，豚妈在偷笑，妈妈过来帮我吃，妈妈。你说要把那个葡萄干要撒进他的什么里？就是那个水母先生是新总裁啦，然后就是我们趴趴熊又寄了好多葡萄干过来啊，然后没有人帮我吃葡萄干，我只好撒进那个水母的包裹里面寄给他。喜欢吗？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大家好，大家午安。是，你看猪猪的生日，对，这个是福利熊送给猪猪的蛋糕。福利熊自己做的吗？无啦，我家己做的，我去雨薇遐做的，哎呀，去雨薇家做，就是我个水噶，哎呀，我个消水，哎呀，什么叫做消水？你敢当解释一下？超级水，超级水，超级水就会当这个答案写晒。会啦，妈妈你要吃一喙无？我感觉足奇怪。好啦，这奇怪的两个我家己食啦。这足奇怪。嘿，阮上公你作弊。无啦，我哪会可能来作弊？我会这个假的。惨嘛！妈妈，你刚才啊，我今仔日真正惨嘛！妈妈食一半，惨嘛！我爱食一半哟。惨嘛！等下吼，伊若处罚恁感觉袂通过吼，阮妈再来食安尼吼。妈妈怎么一瞬间又没了？没啦！我跟恁讲，因为吼，一当才一摆生日对吧？对了，对吧？要让大家开心一下。对，哎，让大家欢喜一下。我的天哪，妈妈，我算过了，9999，那是除以530，可能大概18、19口，是不是？你说多少？9999。对，9999。999，你就给他算1000啊。嘿，除以530，530哦，这样大概530就是5大概5.2啊，5.2，我说就是说，如果说我530块一口，然后他们现在已经赞助到1万块了，那这样子我大概是吃18还是19口？18点多。妈妈很会算数学，我妈其实超会算数学，一瞬间算出来，我哪无一团掉啊？那公公，我的公公我无法度，我就是因为公公互咱欺负啦。公公，今麦偌济啊？今麦就安尼啊，999哈。今麦就10150块。好。咱小妮妮家吹落去啊！啊，等下做伙食啦，对不？好啦，妈妈，我甲你讲，个人做也个人担。对啦，毋是我甲你讲，你讲，你即摆等下看因的迄个这个赞助金多少？多少？你要食偌济，你也食袂落的时阵吼，我中昼还袂食，不要紧。妈妈，你讲话啊！妈妈讲话啊！我中昼还袂食，我知影你无爱食葡萄干，我甲你斗食。假的啊，妈妈，真的吗？真的，我牺牲一次，我最近有瘦一点呢。恁要搁互我肥哦？真的吗？妈妈，这个毋过我唔讲诶，我其实蛮舍不得的。你看，上公我爱吃葡萄干呐，对，盛虹啦，盛虹哦，盛虹啦，朋友我不认识哈，没关系，他是旧朋友了，他就是送我们很多水晶放在财位的盛虹。真的，对，小妮妮的家有无？小妮妮，对啦，小妮妮最可爱，嘿，一出现，啥物拢无啊。
我内裤嘛无啊。为什么？为什么？无啦，我昨昏插肚啊，哦个人做呀，个人担，知无？插肚，你插肚？插肚啦。哦，插肚是什么插肚？插骨，不是插肚。没有赌啊，跟他们赌。迄是骨，哦是骨叫做骨，插哦，骨是插骨啦。迄是插骨对吧？你讲对不对？哦，所以不是插，不是插肚，是插骨。是插骨啊，谢谢妈妈，我待会再去看一下他那个台文正字。然后趴趴熊公屯妈其他口味可以，葡萄干不行。嘿，骨啊，或者插骨，插过啦。哦，插过啦，原来是这个意思。对。谢谢妈妈。然后你讲对不对？你讲对不对？然后福利熊说，妈妈可以其他口味，但葡萄干不行。福利熊，你哪安尼啦？福利熊，你对我上好的吼，你叫我葡萄我家己吃啦吼。你可以安尼啦。好啦，我现在快来开动一下。你先吃，我喜欢吃这个豆呢。这个对那个豆很多那个啊，就是蛋白质。对，那个豆营养很高。还是等一下我请妈妈来吃这个口味好。我可以吃豆。对，哈，我会留给你。好，安尼恁继续看迄个食哈。嘿，看迄个是倒一个？迄个就是这个。姐弟啊。精明干练啊，谢谢啦。精明干练数学一点都不精明干练的迪亚。妈妈，你太老实了，你怎么可以讲出他们的心声？没关系啦，我来插个花。哦，小喵喵，这是你的妹妹，小妹。哦，她妹妹哦。伊两个都就高追耶。真的。对，拢就支持咱的。啊，就支持咱的哈。对。感恩哈。嘿，感恩感谢。啊，这个我甲你记咧，讲叫我唔好食葡萄。嘿啊，就是咱福利熊啦，上咱家两个这个福利熊。福利熊哦。嘿。好，安尼福利熊，你等下屯妈较来甲你看你看屯妈看迪亚有食葡萄干。有啦，我即摆一大喙就要先食葡萄干。啊，等下吼，啊要食这熊，甲我叫。好啊，好妈妈，你先去食润饼。嘿，对，我有买润饼，啊，谢谢大家。哇，我现在来喝一口茶，我要镇定我的精神。来，现在我看一下19口是不是？19口，好来。喝，慢慢的吃，一点一点吃啦，一口一颗2颗。妈妈，我就说个人者要个人大，因为530就是一大口，就是530就是一大口，所以530就是要对，交给我了。是哦，对，安尼不要紧。你建立给这几个啊，得啊。好啦，反正我那个多深蹲几下哈。好，毛毛老师伊拉下，谢谢你，不会，谢谢，大家慢慢的玩。好，妈妈拜拜。啊，8色葡萄干嘛，毛毛老师？实际看它很像，我看一下，1、2、3，其实大概是4色啦，只是我们就是拼凑成。对，生化武器。刚刚啊，因为这个蛋糕，其实我在制作你们高阶会员回馈的时候，就是的隔天我就快点一起把它做一做，所以它就是冻在我们家冰箱。然后刚刚我妈就看我就是怎么端着这个蛋糕鬼鬼祟祟的到房间里面，我就是她一个想说，我早不知到底是中啥回，要端着这个鬼鬼祟祟。好啦，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节奏，来跟你们讲好了，530一口。小妮，你怎么一来，怎么整个又没了？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啊！怎么没有面对面的摆吗？其实我有想可是如果说对边摆的话，很像会有其中一条，很像就是会少了一个颜色。对，我有想过说我要。就是对称摆，可是这样的话，可能其中会不会少了一个颜色啊？哈，还是根本不会啊？算了，不重要哦。所以我现在要吃20口，好，我吃20口。我们从趴趴熊开始，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们趴趴熊手刀，而且也致敬我们趴趴熊
赠送猪猪的这颗惊吓蛋糕来。等一下，我先从这里切好了。等一下，它掉下去了，我看一下哦。等一下，哎呀，我靠，好可怕！哇，爸爸熊们够有诚意了吧？我跟你讲，我这20口每一口都这么大，搞不好20口结束之后，然后整颗就没了。天哪！天哪！我觉得我够有诚意了吧？好，好可怕！这个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我每次都在想说，你们不是奇怪，都已经月底了，报税了，大概这个旗放在那边只是大家开心就好，但是为什么每次都拔得起来？いただきます。我超有诚意的好不好？每次要你们就是可能买专辑啊、买商品啊、抖内或者是我的高阶会员回馈，我哪一次不是诚意十足？是不是？就连处罚自己也如此诚意。来，Oh my god！ 好好吃哦！变好吃了哎，是因为加了蛋糕吗？好好吃哦！是因为加了蛋糕吗？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单吃，然后有抗力了，然后就不能浪费，就是放回去，反正是我自己吃的。它不可怕嘞！我在想说，因为毕竟它又解冻了，然后它的味道又变得更温润了嘛。然后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说解冻的葡萄干我就敢吃了，然后再加上现在好好吃哦！对，葡萄干跟鲜奶油的碰撞我觉得我可以吃了哎！好好吃哦！生日快乐，朱迪卡！谢谢爸爸熊，生日快乐哦，好开心哦！变好吃了耶！它是好吃的了。我现在把这个舔掉。好好吃哦！确定哦，当初第一次葡萄解冻那件事，那么特殊又快乐的吃播也是没其他，真的假的？我其实今天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我今天应该会吃得很痛苦，可能是我自己预想的真的是太痛苦了，所以没有这么痛苦我先挑战大魔王真的是太好了真的啦，不合，我真的觉得它好吃多鲜奶油真的超加分。然后不得不说，前阵子因为太忙嘛，然后我真的觉得我身上的肌肉量又变多了就是趴趴熊不是寄了很多葡萄干跟凤梨罐头嘛？那我现在固定只要去教练那边重训之后，我凤梨罐头就会嗑掉一罐，然后再搭配无糖豆浆。然后结果我最近我发现我的体态的肌肉越来越夸张，我发现我体态的肌肉越来越夸张，而且是真的是很结实的那种哦，体重反而没有上升。也就是说，我的线条是变得更加结实的，就是整个身体的线条是更加的好看。哇靠！你们真是苦口婆心哇靠！你们真用心良苦量身定做天哪！是戒指康久さん、我们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覚えなかったら確かに誕生日はリカとお揃いじゃん。お揃いでしょ。同じく5月30日でしょ。今週の何曜日だっけ？土曜日だよね。
我大舅比我没得多过在吗？是刚教授，我们跟舰长一样，朱蒂卡的生日530，舰长也是530，我们的是双子好宝宝，对不对？双子好宝宝，舰长。那葡萄干搭蛋糕有用的话，恭喜猪猪升级了。我觉得我有升级了，因为我之前就连吃有葡萄干的蛋糕，我都会觉得垃圾，垃圾，你知道？对，三色豆对我而言不算什么，三色豆绝对是好吃。所以从我们福利熊的首刀开始，我先吃葡萄干，我发现居然是好吃的，整个都是葡萄干的蛋糕给娘娘。两倍老师会不会出事啊？我跟你讲，两倍老师 OK， 大宝老师绝对 OK， 但是娘娘也不爱吃葡萄干，娘娘绝对生气。对，娘娘生气，我再录下来，好，录下来给你们看她多生气。因为我还要再调时间把那个吴昕老师还有那个5000老师的蛋糕带上去迫害他们。对，其中一颗应该就是这个了，好不好？核废料蛋糕。另外一颗我再思考一下要用什么迫害他们，这样子越来越期待下次被什么东西啦。说到一下阿姨伊拉夏，欢迎来到的迪卡变的阿娘喂，你看真正是阿娘喂，这个鸡卵糕我自己要吃啦，是啥物情形？我今仔日既然要吃家己的生日鸡卵糕，就欢喜的。不过既然是吃这个，吃这妖神的，你刚才。ねえ館長さん、これありえないじゃん。このケーキはね、ありえないじゃん。食べれないわ。見た目から見ても食べらないけど思うほど美味しい。思わなかったよ。この美味しさが思わなかったよ。我没想到它居然是可以好吃的。无忧伊拉塞，两倍老师认识波波追打。其实要让两倍老师追打很简单，只要有葡萄干就会被追打，因为娘娘也很厌恶葡萄干，伊嘛就惊葡萄干，所以其中几粒龟能哥嘛是安呢，我带上去，然后另外一颗我在思考要怎么玩大家哈。对，好，接下来我们说。先刚下单趴趴熊手刀，然后也很有诚意的猪猪一大口，居然完全真的抗性直接出来了。对，好，刷落来，咱阿吹今晚无在现场，那我就直接照着顺序过去好了。我们已经先品尝了，我看一下葡萄干的部分，那我们照顺序这样过去。阿吹的4口就有青豆、火腿。玉米还有胡萝卜，这样子都可以品尝到。安妮喝吧，然后吃葡萄干吃得这么开心，好开心，我也觉得好开心哦。那我可怜在生日的时阵，吃这葡萄干给两个人吃到这你也欢喜，不是呀？哇，怎么可能？够恐怖！王爱福先生，谢谢，感谢你们昨天都有去猪猪心一招，我很开心，对我超级开心的啊。而且昨天呢，我们有提早先降落到奥义那边嘛？你们有看到奥义的重大活动了吗？超美的，超级美的，大家也要支持起来，真的超级美。祝午安，生日快乐，谢谢啊！财叔，这个龟能哥我嘛感觉就厉害，就恐怖诶。好，我的福先生，你继续去保养吼。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引き続き食べましょうね。このケーキ一样是诚意十足的一大口。我们敬我妈吹，我的滑鼠垫完蛋了！今天吃完这整个滑鼠垫全部都是那个，敬我妈吹是一大口。我真的觉得我太有诚意了啦！完蛋了，我今天真的是会热量爆表，我跟你们说，530不会辜负你们的530，大口的，大口的。小妮妮，你等猪猪。你等我，等一下就轮到你了。猪猪生日季的时候吃波克会想，塔瓦，你不要记录奇怪的地方。塔瓦，你不要选择性遗忘我讲过什么事情，好不好？你们明明这么乖的，是什么让你们变成这样的？怎么回事？好奇是甜的还是咸的？目前吃到的都甜甜的啦，因为里面啊，有咸咸的气味，只有加哈姆。只有哈姆尔，其他的都甜甜的。这个青豆跟
昂菜头嘛是甜甜哦。青豆跟红萝卜本身它的味道，我觉得也是比较偏甜。对，阿成，这什么地狱料理我也不知道。再买一个滑薯垫吗？滑薯垫我在家有留3个，随时备用这样子。一颗蛋糕8口就吃光下。我跟你们讲，我就是一个超级吃货，你要我整颗吃完，其实是可以，我做得到的。而且因为有在重训跟热量控管，其实这些东西大概在每天再多深蹲个几百下，其实它就没了。对，而且我真的觉得我最近的体态真的变得还不错，谢谢，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葡萄干以及凤梨罐头，但是我打死不想开心的讲，因为我觉得我一讲，可能下个礼拜我家又多了一堆葡萄干跟凤梨罐头。对，自带甜味没错，谢谢秋天枫叶，来我们第2口敬阿崔，谢谢刚小兰阿崔吼。青豆的也好吃，它青豆的也好吃我们越过了葡萄干的地狱，其实青豆基本上没有问题。青豆本身它的那个甜味，对我而言搭配奶油跟蛋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是熊，你不要乱解读我讲的话。应该没有桃蛋糕自带甜味。对。好吃好吃。越过了葡萄干，我觉得这颗蛋糕我今天可以吃得很开心。可以不要以货车吗？其实最近我觉得体态变得更加好了，但是不代表我想要再继续拥有葡萄干，好不好？好可怕。那青豆在乱掉，我把它吃掉。好青豆完全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来吃那个，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吃哈姆，我们现在吃火腿的部分。然后这封辣渣不能吃哦，我们先放旁边好了。而且小新老师的芥末啊，他就连猪猪在咀嚼的那个细节都芥末的好细哦，真的很感谢这次所有的老师的肝脏。好，来，阿崔不在，但是我们就帮他选择全部都是不一样口味的哦。掉了！等一下我在切的时候，它都会掉下去。现在不能吃甜食吗？其实尽可能的也是克制，不要常吃甜食啦。猪猪就是在饮控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蛮极端饮控的，就是我是完全会戒糖，戒到那种就是不碰，然后也完全 OK 的那种。Oh my god！ 这是有没有？又是诚意的一口哈姆，又是诚意的一口火腿奶油蛋糕。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一次仅次于葡萄干，我在会思考人生的一个口味。我实在其实我这辈子很像没有吃过火腿蛋糕，可是先说我很爱吃咸蛋糕，我很喜欢吃有加肉松啊，或者是我把它填掉，有加肉松或者是那个菜爆就是那种萝卜干的那些咸蛋糕，我觉得超级好吃，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我是没问题的吧。好奢侈的一口，这大哥一口解决一区，没有啦，我下面因为毕竟我这个蛋糕吃下面还有夹层，所以我是一口解决，一口解决上排啦，够有诚意了吧？你们一定没想到这个530这样你要合，对不对？你一定没想到这只猪真的530，就是没有在跟你客气的。大猫谢谢，这蛋糕超酷的，对吧？既然是我自己要吃，现在就有神呢。对，卡路里炸弹，我会再把它深蹲，再把它蹲回去。好可怕哦！
每一口都这么大口，小妮妮，我也不知道我这句怎么啦。Oh my god！ 我好，这个应该是阿吹的第二口来。等一下，这口太大了，我嘴巴塞不进去。等一下，不是，我很想塞，可是我嘴巴不够大哎，怎么办？等我一下，我嘴巴塞不进去了，从这里切一下好了。居然有我嘴巴塞不进去的蛋糕，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等一下你们聊天室又被喷飞了，你们等我一下，这一题又不煮了吧？等一下哦。我想塞还不让我塞欸，只好自行裁切。好，来，你们回来了。等一下，我调整一下哦。好，祝生日快乐！我来吃金华火腿蛋糕，真的是金华火腿。火腿跟鲜奶油真的是很难想象，不过应该会好吃。来吃咯。小狐狸好久不见！我今天在吃我自己的台式便当的逆袭三色豆祝寿蛋糕。你们让我想一下我要怎么讲。等一下，我在思考我要怎么形容它。等一下，就是它不会痛苦，就吃它不会痛苦。我刚只想讲，我刚对理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结论就是这个蛋糕的口味里面居然是葡萄干可以比火腿的好吃。完蛋了，我的抗性真的出来了。然后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等下再回去吃一口葡萄干看看好了。好怪哦，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觉得葡萄干是好吃的东西？可是火腿不难吃，可是它会让我想到很想再回去确认葡萄干。对，真的是这样，宝贝。真的是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好意外哦。早君你好，欢迎来到的迪盖频道。我今麦咧食我的生日鸡两个，那有可能呢？我现在居然是在想葡萄干的味道不行，我觉得我们再尝试过去，因为阿吹的还有2口嘛，阿吹的还有玉米跟红萝卜，刚好我们把这次的口味都尝一轮，而且大口吃很爽，大口吃那个整个味蕾就是会对，在你嘴巴里面那个火腿是对，我这个是咸火腿。我当初在买的时候，我就想说弄死自己，所以我还特别去大卖场找那种不止三色豆，我里面还要有咸火腿的。我找了2-3家，对，我真的是很爱弄自己。不是，我想说，就是大家赞助过来的钱，我每次都在思考说我要怎么把它完成最大的效益化。对，其实我可以直接找三色豆这样就好了，其实也可以排队称。只是我就想弄死自己，我就说，对不是有那种火腿丁的那个三色豆调理包吗？我去找，我就找到第3家，还真的找到了，就它了。我要火腿丁的，我要弄死我自己。对，我要这个蛋糕上面就是充满了就是惊吓、惊悚。还有你们想不到的颜色，玉莲伊拉塞，其实我是感觉袂歹食咧，我食到这句吼，我讲真正呀，袂歹食，不难吃吼，
其实我一开始这个葡萄干已经无问题啊，其他除了这个哈姆有淡薄怪怪尔。今麦咱来吃看卖啊，这环妹好不好？这个环妹，我觉得绝对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毕竟它本身就是甜玉米吼。嘿，这是给两个我家己做的吼。星辰生日快乐，谢谢丽轩伊拉塞。好，我们现在尝玉米区，看一下哦。好，玉米我觉得没问题啦，玉米一看就是好吃，就是看起来就是我很好吃，玉米就是绝对没问题了。玉米我要来吃你了。哦，红萝卜跟鲜奶油不搭，红萝卜本身对我而言它是甜味，所以我们待会来试看看红萝卜。然后我把蛋糕调一下位置，让大家不要看，可以看得到。上面这颗吗？哦，没事，它应该还有机会被顶着。听到猪猪讲台语有点痛，是心动的感觉还是中风的前兆吗？应该拢有啦，我不知道你是感觉就肉干呢，还是感觉想要中风，我是不知道啦。不过我没想要负责，不关我的代志，丽璇。对，玉米也可以当甜点啊。刚刚听到猪猪说期待下一口人生都圆满了。没想到我过了新衣装之后，我请情杀，我穿的新衣服，然后我长大了，我可以接受葡萄干了。对啊，每一口都是超级有诚意的，你们的530块不能浪费，好不好？每次就是要诚意到底。这个奶油真的是热量爆表，我也吃，好不好？陌生人伊拉下来，我要吃了。好好吃哦，玉米的没有问题，赞！而且我吃到整个手都是奶油，还是小朋友，赞！玉米的真的毫无悬念的赞，好吃，好吃，玉米绝对是没有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尝一下那个红萝卜。小妹妹，等下去吃甜甜圈嘛？好，快去吃，去吃哈。好吃。哇，我这个生日蛋糕居然是吃的这么开心我觉得完蛋了，我怎么变这样子？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它不应该让我觉得快乐的。接下来我们来尝一下萝卜，红菜头的部分。我怎么可能因为它会吃得开心？不可能啊！而且我居然还会想，我居然还会再想尝尝，我居然还会想再尝尝不是萝卜干，对不起，葡萄干这就真的蛮不可思议的了。新之喵嘛，伊拉塞，午安。欢迎那个迪赖宾的萝卜它一直在塌陷。我跟你们讲，我这在做这个蛋糕的时候，真的最难粘的就是萝卜呢，最难粘的就是这些萝卜方块呢。但葡萄干你先不要阻止我先独享一下萝卜，因为萝卜它比较红萝卜就是它你看，它就连让我吃都不能很难控制，就连让我吃一口都这么难控制，因为这里面最难粘的就是红萝卜区，因为它就很不规则，然后每次粘上去给我掉下去，要很有耐心，你知道吗？我是老师，我这边在夹着，我谁列给两个，每一口都诚意十足哦。我要吃萝卜区，
他瓦力攻下，你看，等一下哦，能掉多少是多少。红萝卜量不够，我们再补一口啊。好，红萝卜 pass，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有问题。红萝卜可以耶，红萝卜它甜味很浓，冷冻的红萝卜甜味浓，所以可以。所以我身上都三色豆的味道。就是说这个蛋糕的食材怎么处理哦？其实很简单，因为市售的这些冷冻材料嘛，它就是基本上解冻就可以直接吃了，所以你就买回来，从店家出来的路上，日头就阳就来单单待完吼，在高雄的时候，基本上你回家已经差不多解冻了。就很简单，你回家已经差不多解冻了，你到烘焙工作室的时候也差不多解冻了，你知道吗？所以基本上到工作室解冻了，你就拿一个盘子，然后把它放在那边，蛋糕做好之后就可以开始用那个夹子夹上去，一个夹，很简单。吴昕老师，你给我滚啊！你给我好好的听着，我在咀嚼红萝卜的声音。我今麦在播咧红菜头声，给我好好听哦，听上济吼，知吼。红萝卜没有问题，没有悬念，好吃。对啊，所以它就是它其实蛮好处理，它解冻之后然后就可以摆上去了，就这样，很简单。其实北部也是一样啦，在高雄其实这个天气已经快要端午了，太阳真的不知道在大什么哦。我又吃的跟小朋友一样的，它解冻就可以直接吃，所以它其实是没有调味的哦。所以现在你们看，有一些很疯狂的店家，好，例如朱迪卡也是，好不好？会用一些什么三色豆奶茶、三色豆蛋糕啊，什么三色豆卤肉饭，其实基本上就是解冻之后，你也不要去洗，因为你洗的那个水质也不晓得好不好。所以基本上那个就是直接可食用的食材了，除非你们家什么安利水，什么超级什么，我告鬼黑什么滤芯净水器，你要洗再去洗，但基本上不用洗了，因为它已经本身就是熟的东西了。不要红萝卜要吐，没有调味是个狠人。什么啦，臭仔仔，太坏了。好，我觉得全部已经吃一轮了，我觉得。我不争气的我不争气的我居然在，怎么会这样？我居然想吃它，怎么会这样？阿吹的吃完了，对不对？阿吹的吃完了。为了小妮妮，你的7500，我为了你吃葡萄干可以吗，小妮妮？我为了你吃葡萄干可以吗，小妮妮？每一口都这么大口，你知道我今天配信的时候，我原本想说我随性吃，我原本想说吃这个热量这么高，就随便吃嘛，就大概每一口大概就这样就好了。对，每一口真的，我今天原本想随性吃每一口的，我是淑女，我每一口不就这样就好了。什么报税，什么月底，这些东西不适用于我家大佬身上。没有办法当淑女每一口就是必须就非常非常诚意这样。来，小妮妮可能去忙了，没关系。为了你，我可以再次确认一次，我是不是真的对葡萄干蛋糕或者是这些甜点类了已经免疫了？排行里面最喜欢的是什么吗？吴贤老师，你是说这颗蛋糕里面吗？就是目前我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吗？如果是以这颗蛋糕为基准的话，我觉得青豆跟玉米超好吃。等一下，不要再掉了，打屁股哦！不要再掉了，它好不受控制哦，太大块了。
对，玉米真的很好吃，玉米跟青豆都好吃。对，就是刚刚说他觉得，你等我一下，我们现在语带保留，请让我再确认一下这个葡萄干是不是真的是我可以接受的。我觉得我刚刚可能被鬼打到，红雷公经典我才会觉得这个葡萄干好吃。我现在再确认一次，好不好？我现在确认一次。小妮，你要退税的那一个是不是？恭喜退税。他是真的不挑食你说猪猪真的不挑食吗？我觉得应该是 ，maybe 应该是。来，我们再确认一次，是不是我真的对这个葡萄干是可以接受的？文心老师，这已经不是疯的问题了，你知道我平常生活压力多大了吧？我觉得好舒压你知道吗？你就大的时阵在吃这就好啊我应该没疯，我如果疯了的话，我怎么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如果等一下我的反应是开心，是愉悦的，代表我真的疯了，好不好？对，就像对，没错，我在想说，我已经试一轮了，我再回来试这个葡萄干口味的，我在想说，我是不是真的疯了？怎么可能会觉得它好吃？尝了一轮味道之后，再回来吃葡萄干，它就会出现的有一点点违和的感觉了。我果然没疯，可是这个违和感，居然又是蛋糕跟奶油可以带下去的。等一下我再补一小块。好，现在葡萄干口味啊，变成跟哈木口味的不相上下了，两个都好怪哦。葡萄干很违和，好不好？对，好怪哦。再看一眼，葡萄干很违和，好不好？对啊。大家好，我是台湾美食的屯周基。我们现在是在那个周边卖场琳琅满目，很多周边商品哦。周边商品的部分就连我们这个马克杯嘛是有哦，这个精明干练袖章哦，也是这书签哦，也是咱的特别专辑，咱的台语的专辑，也是章发表的嘿。生日的商品我们生日的周边现在全部琳琅满目，都一起集中在我们企图小伙伴的这个合作卖场，好不好？不管是下方的这个资讯栏区，还是可能机器人时不时会上工传给你们的，就是猪猪风宫庙风的这个宫庙主题的新衣装的这个纪念周边的部分，大家欢迎预购起来哦，谢谢。然后我现在在这边吃这个奇怪的蛋糕，谢谢，我谢谢你们，谢谢。跟上次最后一个就是不要真，你们太了解我了不？急到打错字。三色豆表示，原来迪卡的内心觉得三色豆蛋糕很正常嘛，超正常的啊！我当初在帮你们试吃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绝对好吃，这个超好吃，这个是小盒夹，好不好？这个超好吃，好不好？想到吴昕老师那边把布了。吴昕老师在呛人的时候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好笑。然后就是除了猪猪外，还开始帮你现在在图书馆有啦？你现在在查资料吗？吴昕老师啊，你
你就不在高雄哦，不然我就把你拉来一起吃咯。好，我们现在已经试吃一轮了，然后小妮妮的扣打是几口啊？我们现在到小妮妮区了，小妮妮的扣打是几口去了？小妮妮扣打几口啊？我怎么忘记了？某种程度来算，火腿的，火腿为什么是等于葡萄？等下火腿怎么会是葡萄干嘞？不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总之，我今天要吃20口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530块，想说应该小喵，对不起，昨天的厮杀哦，经过昨天的厮杀，我们大概今天小猫2-3只哦，吃个5口就不错了，花了发。我今天要吃20口啊！我今天。小妮妮，我刚刚吃了1口葡萄干的部分，我还有盛一把，是不是？今天在搞这个过稿了，要赶新的一集吗？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赶新的一集，赞！我还有14次嘛，小妮妮有14次嘛，火腿也会加在面包里，火腿加面包好吃，我可以接受。你总跟小喵喵15，好，总之我还有14次嘛，对不对？为了你们，我们来吃点不一样的。嘿，什么东西不一样？你觉得福利熊有可能这么轻易放过我吗？你们以为在这个米达妹，你们以为在这个外表上面看到的东西就是全部的东西了吗？你们知道夹层是什么鬼吗？你们知道夹层是什么鬼吗？我给你们看一下，夹层超过分的。我只是影片还没传给水灵宝贝，因为我每次都传到一半，然后人就消失了。夹层真的超过分了，你知道？等一下，我用一个比较看得清楚的夹层给你们看。等一下哦。你们看一下这夹层是什么鬼？你们猜出来这夹层是什么吗？给你们猜。我应该还没有公开过这个鬼夹层，你们猜看是什么东西？然后你们等下公布答案之后，我再吃下去好了。对，你们猜一下这个夹层是什么鬼？火腿加卤肉地面包超好吃，对，很香。咸蛋糕也就是加火腿吗？对啊，所以我刚刚在吃火腿口味的蛋糕，我就觉得其实还好。以前吃过的，没记错。而且我就很爱吃咸蛋糕，有辣搜跟那个萝卜干，对，好像吃了6口还剩14次吗？干掉的凤梨，肉松还没关系哦，因为肉松我不会主动吃，但肉松蛋糕我很爱吃。这个超过分的哦。如果是算数的话就算了，我还蛮喜欢的。我先喝一口水，然后等一下我公布答案。有啦，水母夹层真的其中一项是那个葡萄干，我等一下会加上去。但是我先让大家看一下这夹层是什么鬼。蛋黄酥、透抽你好，薯饼嘛不是哦，凤梨嘛不是。如果凤梨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品尝。对，不是翁来。好了，我先公布答案。咱的这个趴趴熊 AKA 福利熊 AKA 全村的希望熊是安尼讲的啦。哎呦，猪猪，你生日快乐吼！你生日加两个吼，做一个无同款的。哦，是啥物无同款的？这个夹层吼，不是有啥物三色豆？来三色豆吼，拉做伙吼。全部拉做伙，有用迄什么果汁机嘎嘎的有无？这个就是血肉果汁机版本的三色豆就算了，而且我对自己超狠的，我买了三色豆回来，里面是有加哈姆的，所以这是血肉果汁机版本的青豆、哈姆、昂菜头、嘎环贝，血肉果汁机版本，我全部把它打成泥，你知道吗？居然是学长啊！太狠了，这么狠，果然是学长。那些影片呢，神灵宝贝，等我有空我全部传给你。对，你一定要好好的申诉我的冤屈。我真的照实把它打碎，打成泥，然后铺在上面的那个过程，你知道吗？血肉果汁机，你知道吗？超狠的，你知道？而且血肉果汁机它
完全打成泥之后是蛮好铺的，因为毕竟它就是我不能说它蔬果，因为哈姆不是蔬也不是果，我只能说它就是一个食材的一个泥状的东西。对，然后总之呢，那安尼尔一共搁要加葡萄干，所以我今麦要来加这夹层有葡萄干，好血肉果汁机版本三色豆哈姆。这秀子肯定大家吓死，我也这么觉得。我今麦的加。等你的好气，我拢吃，好不好？我吃可以，小林宝贝，交给你剪辑了，亲爱的。いただきます。大家いらっしゃい。社畜，你好。陪你健身吗？这个礼拜生日季，我们最后一次的那个健身还债，我们会在下个礼拜淡化之类吼。我马上会变成高阶会。我想说处罚我自己就算了，还要处罚你们吗？我把它舔掉。突然觉得上层好吃多了，真的是这样子。夹层超可怕的，你知道吗？好，先说，其实三色豆加上哈姆的那个泥那个馅，我并不怕。我当初在买回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怕它了。对，因为本身有葡萄干在的地方，我还怕什么？对，但是那个夹层吃下去其实就是咸蛋糕，其实蛮好吃的。但是就是花了发，就是加上一个葡萄干的味蕾，那个葡萄干咬下去那瞬间，真的是很煞风景耶，真的是很煞风景哎。就好好的是三色豆哈姆的这个夹层泥，直接单吃是好吃的，但是天杀的还要撒上什么葡萄干，然后那葡萄干咬下去，那真的超级煞风景，真的要变成一件料理，是不是？去找当家总裁。接下来两位当家总裁很像是两位好姐妹的样子，我再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我再来鼓吹他们，看要怎么玩你们，气死我！5月份被你们玩成这样，很好，很好。接下来我请我的好姐妹帮我报仇啊，然后相爱相杀，变成一个善的循环，然后变成我的好姐妹被报复，变成一个善的循环。不要，福利熊一起变你，我真的也是不行，不管怎样都不行，只要有葡萄干，真的。我刚刚原本想说，我吃了第一口，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难吃，但吃了一轮回来就，我刚刚到底在讲什么啊？我刚刚到底在讲什么？好，我还有13口，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品尝混搭风。既然我们的福利熊，我们的学长这么有心的，就是混搭了这么夸张、这么疯狂的这个夹层，我们就用这个夹层来混搭其他口味。来，我们现在把这个夹层来混搭玉米的，玉米夹层。想，葡萄干掉了，我刚把它捡回来，掉就掉啦。掉就掉了，我真的太老实了好，这个夹层是玉米口味的这样太坏了，还是吃瓜就好吗？你们今天一直在吃瓜，什么报税？什么月底了，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体现在面线身上，都是骗人的。你们根本没有干过。如果这开始把葡萄干一次吃掉，就不会再对他失望了。对耶，
也就是说，其他比较健全的口味应该留在后面吃，这样对葡萄干好坏啊。是善的循环，而且是团扇的扇，你的这个扇真的是选的很好，没有错。敬你各位妹线们，玉米口味夹层。这该怎么说呢？这个嘛，就东西都混在一起，我也不晓得它到底是好吃还不好吃。有听到那个救护车声音吗？我该下去了，谢谢大家，拜拜。我们配信到那个这个时间为止哈。好，拜拜。我要下去，救护车来接我了，谢谢。好像这把伤地好吼，我这摆食会洗啲鸡两个吼。它不好吃也不难吃了。因为它全部都掺在一起啊，那个味道全都掺在一起，它已经不能算难吃，但你要说它很好吃。好啦，戚风蛋糕做的很好吃，好，自己做的戚风蛋糕很好吃，就是这样。什么东西啦？好，这个玉米的混搭风，好，还算 OK。我们接下来萝卜混搭风。我们移到萝卜区，萝卜混搭区。一直掉。好，萝卜混搭区。猪太机敏概念，通通安排好了。我机敏概念，知道吧？4.0的我更加机敏概念。好，基本上看起来就好吃的哦。其实伊真正袂歹食啦，只是看起来就恐怖，哇恐怖，真恐怖，年代感飘出来。为哪要讲透天啊？目屎都飞袂离呀！来加给两个，来混搭风的萝卜区。我真的每一口都用生命在咀嚼。一样呢，就是混搭区完全吃不出它到底是什么豆。我觉得混搭区很像，大概真的是就这样子欸。不过其实我觉得这个顺序安排的不错，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是真的从很单纯的奶油戚风蛋糕跟一区一区的食材去做品尝，我们就分得出来说，哦，这个排行榜，哦，那个食材单纯加上奶油加上蛋糕，我喜不喜欢之类的。但是到了夹层区，因为毕竟夹层中间就已经是三色豆跟哈姆尼了，然后不管你配什么，然后再加上葡萄干，很像葡萄干，说真的也不可怕了。
只是那个味道就是就那样，就再也不可怕了。但是我也吃不出任何味道，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我看一下哦，青豆区，要不然我们来找一下青豆区好不好？青豆的味道不知道会不会比较明显？我们来找青豆区，来，青豆的混搭区在这里。好，我们青豆混搭区吼，一直掉。等一下，我再补几口，等我一下。一直掉，有青豆味，其实青豆区味道比较重，青豆的味道，青豆区好吃青豆完完全全把就是混搭区的东西抢过来了。好，如果要混搭的话，找青豆就对了，应该是这样子。要混搭找青豆，应该是这样呢。吃到后面其实葡萄干其实很像不是那么可怕，因为都混在一起了。来，我们混搭区还有哈姆区，对不对？我们来找一下哈姆区的混搭。看一下哦，怎么这都没了啦，只剩下料都掉光了。我怎么吃这么快？我真的很可怕天哪！朱蒂卡，其实好啦，不得不说，我其实吃东西真的就是那个6寸蛋糕对我而言，其实真的一下子就瞬间解决。好爱吃你！等一下，这是威力教练吗？等一下，这个威力，我先确认一下身份。教练啊！完蛋了！教练知道我在吃这个奇怪的生日蛋糕，热量爆表，完蛋了，热量超高。教练，我是被陷害的，你先听我讲，教练啊！教练，你先听我说，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但是他就变成这样子了，你知道吗？威力教练いらっしゃい，猪猪哦，真正无收到我今年的生日的鸡两个会变成这款。教练，你来真是太好了，我正想跟你讲，下一堂课，请你力道加重，谢谢。我只能麻烦你力道加重了，教练，看看我吃了什么。来，我们现在在那个哈姆区哦，我现在在哈姆区，火腿在下面嘛，然后我们再加几颗葡萄干。等一下，我们再加几颗葡萄干，等一下哦。好。这一口其实我蛮害怕的因为哈姆区本身它就是咸蛋糕很完美的结合，可是好死不死又有葡萄干，连咬都不敢咬。好咯，
完蛋了！我觉得其实就是混搭区变成食之无味了，就真的是东西全部都掺在一块，它变成食之无味区了。真的，葡萄干加进去它也不可怕了，因为味道都一样哦。太棒了！这是某方面代表我无敌了，你知道吗？好，就是一样的味道。7月当家吗？哦，真的吗？猪猪看一下哦。有时候我会忙到忘记，您当我起来吼。等我一下，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有7月，我记得啊，7月是阿崔哎，然后8月小天，然后9月是爱梦，10月是劲爆总裁。你们要去撸一下阿崔哦。7月是阿崔哎，我都有丁选在那个香格了。好，我觉得混搭反而就是有点无敌了，我吃了无敌星星了，你各位，我现在还有几口，我现在就是天杀的还有几口，我觉得我先对丁选那边，我觉得啊，不如剩下几口，我就把下面的这些料区平分一下。我现在还剩12口吗？还是13口？彩彩いらっしゃい。总之呢，我趁现在有无敌星星的时候，味觉疲劳的时候快吃。不过我还是计算一下好了，我现在还剩几口。我有丁选哦，福利熊，对，丁选那边就有了。我现在还剩几口，完蛋了！我刚刚是吃到第几口？小妮妮，我吃到你第几口？小妮妮，我吃你几口了？这样好奇怪哦。小妮妮，我吃你几口了？朱蒂卡吃你几口了？我忘记了。朱蒂卡吃你几口了呢？这当然是人吃的，因为上面全部都是人可以吃的食材，所以基本上绝对是人可以吃的。猪猪丁选那边就3个月星星，好，我这边是刚刚就一下就找到了。对，小妮，你的还剩5口吗？我有吃这么快吗？我还剩5口而已吗？7口，好，还有7口是不是？小妮，你区7口，确定哦？我吃这么快哦？天哪，也是哦，在吃人猪猪，而且为什么水母每次打猪猪上面都长草啦？你吃的夹层不算的话是第6口，米种的第1口哦，第6口哦，夹层也算啊，刚刚的每一口其实都算哦。对，刚刚的每一口其实都算，所以我刚刚到底已经吃了几口了？我总之怎么办？猪猪还剩几口？所以福利熊我帮我算还剩7口就对了。对啊，这个蛋糕快吃完啦！我在想说，我要是要平分一下，我还剩几口，我快点平分一下，不然真的要吃完了。因为我吃甜点其实真的是蛮夸张的，所以你们快点帮我平分一下，那等一下就没了啦，快点！就是我刚刚吃的任何一口，其实夹层也算哦，夹层是的。要吃第7口了吗？好，那我还剩下10。我要吃第7口的话，我还剩下10。这样子的话，我还剩13口，是不是？这样到底怎么算啦？好啦，我要吃第7口，第7口先吃下去。我呀，再生学坏了。而且啊，好冰哦！越吃到里面啊，有一些是刚解冻，它好冰哦。好像，
水云宝贝，我不会算啊，你们跟我讲，我还剩几口这样就好了，我算不出来。哦，第7口吃完剩80，哦，对不起，数学太烂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刚刚顾着要品尝这个金夏蛋糕，完全我自己也忘了算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你们帮我算，不夸张，我吃甜点金价喜就是安呢。好，然后我快点把。就是因为这样才要重训嘛，最喜欢吃蛋糕，1年1次这样子吃。我在混搭区块把它吃一吃。所以我还记得试了几种夹层吗？我试了哈姆区，试了青豆跟玉米，萝卜都试了全部都试了。你什么东西啦？我忘记了啦，我忘记了到底是要吃几口。我刚刚很努力在分析我到底吃了些什么东西。你还记得你吃过多少面包吗？当然不记得。適当にいただきます。怪人你好，没有错。我现在就在品尝我的生日蛋糕。我是生日的鸡卵糕，这个鸡卵糕咧。是阮兜面线送我的，送互我，要做生日的，真正有够水的水。其实吃起来嘛不会歹吃啦，其实吃起来真的也不难吃我说真的，到现在我吃，除了那个葡萄干很抢味之外，其实其他真的都还好。我真的免疫了混搭区完全吃不出味道。好，趁现在把混搭区吃一吃。哦，C 次了，还剩9口，是不是？谢谢他哇，谢谢他哇，伟哉他哇老师，谢谢。我根本不知道我吃几口，你们现在跟我讲说我还剩20口，我也相信但不可能啦，我数学没烂成这样。好，混搭区快吃一吃。更残忍，加成是3色豆汁。我跟你讲，关于我很喜欢吃那个咸蛋糕，所以我巴不得里面有，那是有肉酥甲菜脯，我也就欢喜耶。我很喜欢吃那个中部的，这姜的鸡卵糕有无？好好吃有肉松什么之类的。来，这个是我的第12口，对吧？太棒了，加成是3色豆，我真的觉得加成3色豆泥真的还好，不要有葡萄干就完美了。看到这些食材没食欲了吗？我一开始其实也觉得说这个蛋糕可能很可怕，但是没想到意外的，它不难吃我还可以吃成这样子，我不痛苦没有乱乱的吗？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吃的已经有点乱了，我其实有点强迫症啦，所以它就是在那个外墙的那个砖块一直剥落，有没有？外墙砖块一直剥落，我刚其实强迫症有点发作，我想要快点把它整理起来。外墙瓷砖一直剥落，强迫症朱蒂卡觉得不舒服，要把它吃掉。好，
好，我们现在赶进度了。其实我觉得我肚子8分饱嘞，但是我觉得吃到20口是没问题的。好，满满的哈姆哦，加上蛋糕。其实我最和平的这个杯子蛋糕，我居然都还没有动哎。然后在这个品尝朱蒂卡生日蛋糕的过程，我们那个生日季的宫庙风宫庙周边正式开放预购呢。正式开放预购，这是我们就是主打非常宫庙风格的，有背心，有宫庙帽。欢迎大家把握这一个月预购起来，谢谢。哦，宫庙背心有我们天之慧老师非常非常厉害，天之慧老师非常会通灵哦，把3、4图丢给他，马上美图就产出来了，超级厉害。然后宫庙风格的帽子一定也要有的哦，它跟背心是一对 CP 哦，欢迎大家也可以把他们一起带走，不然背心跟帽子其中一个会很难过，谢谢。背心跟帽子其中一个会很难过哦，然后有宫庙的帽子跟背心，怎么可以没有宫庙的旗帜，对不对？所以朱蒂卡这次又特别自己排版的一款旗帜，不过这旗帜我真的没想到它成本真的蛮高的，因为我们尽量就是抓一个就大家可能还可以接受的价钱，90公分哦，它蛮高的。除此之外，套组里面如果你们一起买的话，我们还有立牌放在里面，但是立牌也可以单卖啦，单卖就是你对立牌有兴趣，也可以直接买立牌就好了，立牌。然后套组的独家优惠是这个，这个是猪猪一直很想出的周边之一，总算在就是生日季的时候出来了。先讲台湾农药袋，台湾农药袋的部分，不对，他娃不好意思，我刚刚又偷吃了一口，我没有跟你讲，等一下，我刚刚又偷吃了一口，等一下，我现在还剩几口。好，不管，总之，农药袋是套组限定的哦，这个也是猪猪一直很想制作的周边之一，然后总算在生日季的时候把它做出来了，然后要特别感谢牛妈，在很像猪出配信之后的后1年还是后2年，我忘记了，其实这个公司章就出来了，我一直在思考它这么棒的东西到底可以怎么样发挥在周边上面，然后今年就灵机一动，觉得想做一些很本土的东西，然后就疯狂的去翻找牛妈之前做给我的那些东西，然后公司章就是其中一个，然后我就把它翻出来，还有旗帜上面的那个臀组啊，等一下哦，旗帜上面的这个红色臀组其实也是出自于牛妈哦，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都一直留在我的 C 槽啊，对 C 槽没错，不是 D 槽的，不是 D 槽，欢迎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参考一下，对周边的那个网址，现在刚刚机器人刚好帮我上供的这样子。好，我回来追聊天室。好，我吃到第14口了啊，怎么办？吃甜点就是这么的不痛苦，完蛋了！我应该要痛苦一点的，对不对？我应该要痛苦一点的，完蛋了！我还剩下最后6口，怎么这么快？吃甜点很难痛苦因为我不管是甜的还是咸的，我都喜欢。来，我们像好，我们现在进行第15口了，对吧？第一槽都毕业了，对，光雅你知道的，你知道的。好了，我们现在都混搭在一起了，而且好夸张哦，真的这样看过去，
我这一颗蛋糕其实真的差不多要解决了。所以说才要重训嘛，所以说人真的要快点动起来，你知道吗？不然真的会变成小胖猪。我这个礼拜其实真的生日月还蛮多，就是吃大餐的机会，所以我努力的在控管。可是我觉得也好险，就是之前有那个凤梨罐头跟葡萄干。然后我会很担心说，就是糖分摄取过多嘛，就是碳水摄取过多，所以我在前阵子其实在家里也是时不时就可能深蹲啊，可能棒式啊，做一些就是可以训练，就是无形中可以自己被训练的一些，在家里也做得到的一些动作，对，结果还不错，效果还不错，还有扣打可以吃这些东西。我看这次对抗居然没有发挥他的，对，葡萄干你弱了，你居然完全被三色豆还有哈姆碾压，不应该是这样。你就是以前的那个葡萄干，你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弱？完完全全，我吃不出它的味道了。晚餐就蛋糕很幸福是吗？如果胃食道逆流，我觉得，而且这次的戚风蛋糕做的好好吃哦，它那个解冻过后啊，还是一样很绵密。不是福利熊，你不是去忙了吗？你脑可怜鸡嘛，可以涨价，看我咧吃这鸡卵糕咧，咱福利熊不是就无用的吗？是的 ，Max 30度蛋糕，不要，我不呛他了，可以吗？伟哉葡萄干，赞叹葡萄干，这样可以吗？伟哉葡萄干，赞叹葡萄干，这样可以吗？好啦，我把这个不整齐区把它整理一下，而且也差不多。我这个滑鼠其实真的也该换了。之前就是在签那个大家的卡片的时候，也不小心有时候会签到自己的肚子啊，签到自己大腿啊，该换的了。我家里还有留3个，想说随时可以更换。我要这块戚风再加上这些料，好吧？这是我的第几口啊？第16口了，是不是？戚风蛋糕真的好好吃啊！戚风蛋糕真的好好吃哦。开始评，没有啦，我只是讲一下我的感想咩。我只是讲一下我的感想咩。而且我在想说，既然葡萄干我渐渐的可以接受它，然后它掺在蛋糕跟奶油里面，我如果慢慢的可以接受它的话，像就只差一个东西啦，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莱姆酒，葡萄干泡莱姆酒真的可以了，大人的味道，喜欢。对啊，大腿上的笔痕啊，这是肚子啊，大腿上有一个笔痕，不太明显。这样讲就是哪里怪怪？是我自己的滑鼠店，你们不要误会了。好，这应该是第16口了。都清不掉，不想清了，不想清，加了奶油跟戚风蛋糕就无敌了，好，第17口，我觉得我这个礼拜
在家里自己深蹲的次数可能要 double， 可能要 double， 不是可能是100%。100%清不掉，对，这个笔痕清不太掉哎。这给人哥家就好吃哎。好吧，我现在要进行第17口了，对吧？啊，吃蛋糕就是这么快乐，完蛋了，热量爆表。我觉得度过这次的这个生日蛋糕，我好像暂时又想不到还有我下面出头一档子，但是我每次都这样想呢，每次都觉得说好啊，唱嘛不出头啊，哦白被这下，结果之后啵的一声，马上就出来了，嘿呀、喝领夹得比得，没事，对我觉得重训就多做几组，居然在澡堂洞的深蹲，在插这颗蛋糕了，宝贝，你跟我想的一样哎，宝贝，我下次去台东找你，然后带你出去深蹲，好不好？你觉得如何？甜点料理都有了。我是不知道你是倒位的人吼，不过我是真正是住伫咱南台湾大高雄港也过的台湾猪啦哦。澡堂深蹲，连教练都说很怪，是不是？不，我觉得我们只是还没有取得一个社会共识。我觉得我只是没有取得一个社会共识，联名也有了，对。第17口完美，我要进入第18口了吗？喝口茶，好快哦！而且你们这个20口啊，真的是不错哦，分配得很平均哎。我今天数字其实就真的随便乱抓，想说生日季原本是想说888一路发，可是就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心里面觉得说，这个数字对大佬而言其实真的是太好解决了，所以想说不然999就好了。结果没想到一瞬间，真的就是这样子。其实6寸的蛋糕对我而言，其实不得不说蛮好解决的。我吃点心其实就是当然讲啦，没什么攒杂，知不？嘿，就是安呢，我才觉得说我一定要开始好好的运动，能够动就动，因为我真的是甜点胃耶，很夸张的那种。这样9月会不会指定月饼吗？我觉得看我们的好姐妹想要指定什么，因为其实像这次大小姐跟艾梦也算是第一次当家嘛，对，其实我蛮好奇他们会想要怎么玩。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太敢太皮，因为一定是怕被报复，你知道吗？可是我觉得说，又想鼓吹他们，尽量皮一点，你得尽量吼，改一得死，知不？因为尽量改得死啊呢，就是那几口夸张了。也是我前面其实我很期待它的味道，所以我前面那几口真的蛮夸张的，不得不说。三色豆甜，三色豆很甜，所以它吃下去其实跟蛋糕跟奶油味道很对味。对，对，水灵宝贝6寸其实好解决，是不是？水灵宝贝你跟我一样是甜点味哦，好吃来，我们要前进第18口了，对不对？天哪！还好我有在深蹲跟重训，反正差很多。肉粽不好处理，真正是不好处理。不好，
我会被先被处理没有错。蚂蚱我讲假些，我还没包过，我哥还没包过我哥还没包过蚂蚱我还没有真的包过肉粽，就是可能家里很像，因为屯妈她本身不太会去团这款的物件，就是说这类的东西啦，其实是我小时候有兴趣，然后自己长大慢慢去研究。其实嘛是就麻烦嘞，不过有兴趣吼，你就不会嫌麻烦的啦。就说你做到有兴趣的时候，你就其实不会觉得说它麻烦了，对。所以之后就是屯妈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妈妈姿态，对，因为就做饭什么的很累什么的，交给女儿就好了，没关系，我做。所以这些东西我可能未来有时间我还想去研究萝卜糕，因为阮阿嬷遐的菜头粿真正有够小好吃的。我阿嬷那边的菜头粿真的很好吃，超级超级好吃。对，所以我有在想说，是不是有机会回去传承一下？因为听说很像下一代没人要接。但是我所谓的接，并不是说我想要去卖还是干嘛，只是我想把它的配方把它抓过来我这边啦。咱金箔类嘴菜头粿真正有够烧好吃，有够好吃的好吃。对啊，所以再看看。对，所以之后就是可能不管是肉粽还是菜头粿，就我可能不会马上开这个福利，除非我真的熟悉它，我熟悉它之后再来开这个福利。对啊，就是我们爱梦也被制裁了，可以继续鼓吹，我还要起叶子。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的高阶会员，我都尽量去尝试可能我没尝试过的东西，所以一路相爱相杀，就我自己其实在当中这4年，我也学会了很多料理上面的一些知识。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而言反而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怎么讲探索料理的一条路，很棒。3个皮哪有人触害我那好皮？等一下我一直触发关键字后面，你说福利熊吗？我哪有教他？我这只有时候就那个福利熊又送暖了，就这样子人家也是叫你知道不苦的什么对，所以有时候就是可能长辈大人工作很累，不想去研究这些，但这洗水的打嗝了，对不起真的吃太多了，不好意思。但这洗水的研究看卖耶，我是安尼感觉我是安尼感觉，吃到味觉疲劳的蛋糕。而且我们刚刚从很凌乱的状况把它吃的非常干净，很棒，超棒。还吃到打嗝，有点好笑。谢谢。我们要迈入第19口了吗？我们只剩最后2口。我们只剩最后2口是吗？人家吃素也希望素的萝卜糕。我们咱家的菜头粿就是素食的，无唔对。阮家金箔阿嬷也是姑姑呢，全部拢吃素，所以咱家的菜头粿嘛是做素食的。北极大利亚的哟，我们家的萝卜糕超级好吃，完全真的是入口即化的那个配方。然后因为就是家里啦，就是长辈们吃素居多，所以基本上金箔的配方就是素食。所以哪一天我如果有时间回去请教金箔之后，把那个味道带回来，我自己试做几次，没有问题了，再弄成会员这样的福利这样子。贺来。我们要前进第19了，好，好，第19口哦，只剩最后1口了吗？是斜风兄弟。你被休困啊吗？我要思密达才好好睡觉哦。眠嘞，好好休困，晚安晚安。先锋兄弟，我今晚在讲外给的歌，只剩最后1口了，我觉得有点寂寞。
小时候看姨婆做的萝卜糕也都是素的，就一大片白白的，真的没有错。这样所以又更期待了，是不是？豚妈我还有留青豆的这一块给她了，但是其实豚妈不吃甜点，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她在家完全也不会想要有买回来的动力，对，所以她不会去研究嘛，所以我就自己研究。所以我就自己研究，嘿呀，萝卜糕就赞齁！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混搭风，我们追到第19口了。砂糖いらっしゃい。好干净哦！所以我等下进行第20口了，是不是？不是你教的、啊，你知道福利熊吗？没有啊，我在打字输入法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就是献出去的时候来不及了嘛啊，唱嘛，我他到底是怕福利熊还是怕怕熊？好，算了，没差、啊。每次想确认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然后算了，没差，顶多就是用1箱葡萄干来家里就这样子。对，要做萝卜糕其实不容易。然后我们家的祖传配方，我一直很想去研究啊，所以未来有机会先把它研究回来。如果真的哪一天做的觉得稳了，然后再做给大家冷冻搭配给你们这样子。之前帮妈妈刷过几次吼，辛苦了。以前常吃阿嬷做的萝卜糕，但阿嬷去云游好啊。讲到这个啊，让我喝个茶。讲到这个啊，也是猪猪一直觉得我是不是要快点尽快回去把这些东西带回来高雄的在考量的东西啦，因为之前也跟你们聊到嘛，就我阿嬷今嘛是已经没去滴我，她现在也不太记得我了，对，所以常在想说，那个生命真的说走就走，哎呀，那就会想说不会这么快吧，我应该还有时间再回去学这个萝卜糕吧。可是，有时候就想着，几年过去了，就那个啪的一声机会，很像就没了。对，虽然讲我的金箔嘛是就少年的啦，因为以前的年代就是可能小朋友生的比较多，我金箔上少年的那个金箔应该是50岁了，我记得金箔好像也好像50岁，所以基本上算年轻的状况下，都会觉得说身体还硬朗。那我这个晚辈，反正随时回去学，应该都有时间吧，就会这样想啊。可是又觉得有时候看阿嬷的状况，都会觉得好像还是要早点回去把这个东西、这个配方带回来，那种感觉。从泡米、磨浆跟萝卜丝或泥这边弄起来就是半天左右。对，真的就搞刚就是那是真的要做菜头粿，应该我想一下因为咱雨薇烘焙工作室遐有无？做菜头粿应该嘛？我问一下，他是可以把他那边很安全、很安心的场地让我们制作嘛？因为一直以来蜘蛛其实基本上都是在那边制作。不过不过菜头粿可能真的比较麻烦，所以我记得很像连雨薇自己很像都还没有研究过。我再问看看好了。对，有时候很难说，有机会要趁早把握。真的是这样呢。那时候听猪说的时候也觉得挺惊讶的，只是受伤一下。突然，我们其实我们真的也是很惊到。咱这时虽然蛮没想到，那你看你要紧，就是我们没想到说，我们这些做晚辈都觉得说老人家总是应该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吧，Sono 妈妈的那个样子，应该不会那么快离我们去吧？就没想到我们阿嬷真的前2年就这一摔到不晓得整个人完全大退化，然后甚至从今年开始
他不认得朱迪卡了。嘿呀，所以我突然就觉得，哦，真的要把握时间，能够回去看一下就快点回去看一下。上真锅要完全熟透了3小时以上吗？的确是哦，而且我想一下，就是我们如果要分成20几等份之类的才切，哇，懂。收窄应该需要就快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场地可能真的需要比较宽阔的一个空间。那算前置作业哦，天哪，好麻烦哦。算了，我觉得我还是回去负责吃好了，好没有志气。来，我们最后一口，我们是不是要来到最后一口了？等一下哦，我尽量再把这个杯还是，它好棒，它还是没，它掉了吗？我原本想要这个杯不要让它掉下来。等一下，好啦，好，这个杯就这样，好 ，OK， 我们最后一口。最后一口要诚意十足的，也是一大口。磨米浆水的可以用代替用粉，不过口感差很多。我跟你们讲，我就是很不喜欢吃粉，我就是因为吃了金箔，就是我们家就是家传的萝卜糕之后，我在外面吃到有粉的，我就会这样，那种感觉，你知道？对啊，但是你不加粉，其实就搞刚对。可是你吃得出来的那种入口即化的那个萝卜糕真的很好吃。那连当初最简单的卤猪脚，后来就已经是连一大锅都吃不够。对，谢谢你们的支持，猪猪的频道跟高阶会员，我真的很开心，我们可以相爱相杀到永久哦。来，敬你们最后一口，应该是最后一口了啦，最后一口了啦齁。要不要有个办法？如果以后真的要出这种就搞刚的萝卜糕，直接回到金箔引导做金箔我送我朋友20分，拜托一个，然后去那边帮忙，顺便做一个拍照记录，然后再带回高雄，也不是不行啊。我一直在打嗝，真的吃太多了。毛，真的是20口，完成了。我天哪，真的是吃太饱，我一直在打嗝，好饱哦！我今天下午茶吃好饱哦。对啊，反正边做边学，在旁边录影这样子。无啦，金箔你做，我录影一个。无啦，录影一个啦，我家己收咧吼。无啦，金箔我行为就伤低的，你莫看我，你做，做你做你的，我录影尔，就偷偷把他的那个过程把它拍下来，这样。对啊，我就觉得搞刚的是，虽然学起来好像外部故事才知道，一堆东西没有团下来，好可惜，真的。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说好，其实搞刚好了，但不得不说，我之前做的东西嘛是就搞刚的呀，我渐渐做嘿，狮子头的台语变他讲，谁要头哟？还是肉丸仔好啊，讲肉丸仔，我渐渐做迄肉丸仔的，不是有加迄珍珠奶茶珍珠嘛？我真正有够搞刚诶。大宝是我其实是吃得完的啊。我没有跟大宝老师讲说我是甜点胃嘛，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觉得我一定要重训运动啊，我就是尽量保持我的身材，每天计算热量，就要不然其实我吃甜点是很夸张的哦，我其实现在我还吃得下去哦，对，但是我觉得不行了，你看刚刚教练都过来了，刚刚威力教练过来，你在干嘛？这个热量这么高，然后马上就消失，念我几句，然后就消失了这样。
教练来了，教练生气了呀。我其实在吃得下啦，但是我觉得不行了，完蛋了。反正我的20口还完了，我应该不用再还了。对，20口没了。越古早的越耗时，真的。哎呀，我这边给两集的啦吼。老师看到吓到了，国粹，没错，国粹。黑个霸王那真正嘛是做搞缸因为它就是反正从市场买回来绞肉，然后你要加蛋啊，然后加调味料抓腌，然后太白粉微波嘛，抓腌完之后呢，你要先把狮子头包珍珠进去，而且我不止包珍珠，其实我还包了自己做的那个奶茶布丁，但是包进去之后，我们要先炸哦，我还一颗一颗拿下去油炸，然后油炸的过程中，其实布丁好像就被炸到融化掉了。然后炸完就算了，之后还再拿起来一颗一颗卤，然后变这白菜肉，不是塞牙头拍摄，跟肉丸那个白菜肉安呢。哦，我自己想一下，我历年来对，真正我搞刚上搞刚的应该就是迄个肉丸呐，就那个国粹真奶狮子头，我现在想起来真的非常的复杂。我想说，天哪，我就连这类肉丸呐我都可以越过了，我觉得。是不是萝卜糕我该尝试了？对，甜点是另外一个味，是的，咸丰兄弟，我也这么觉得。是个蛋糕也真的不是啦，之类的糕啊啦，我真会变小胖猪，不行，我真会变小胖猪。嘿，勾扎比的熊赞吼，现在比较想看两杯都是翡翠。大爸是听说那个5000老师的蛋糕跟那个吴仙老师的蛋糕哈，我也是会。找机会再寄过去你们那边，然后我再上去登门拜访一起吃啦。其中一颗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啦。当中因为有葡萄干啊，因为有葡萄干啊，听讲迄牛，我们未婚娘娘嘛是就不爱吃葡萄干因为这样子可能会形成一个你被追杀的局面，就是这个很像面线，很想要看一下这个局面这样子。先跟您前情提要一下。好酷哦！20口完成了，谢谢你们大家。应该没有人要追加了吧？我吃到现在，我真是满手都是那个奶油，真的就好像小朋友。然后我嘴巴很像也是卡了一点奶油。什么小胖猪？好啦，可以的话，我希望这个礼拜热量爆表的这个生日月热量爆表一下才是没办法。比较有机会吃大餐，6月开始不能维持小胖猪。我想要蛋糕就是目前形式就可以啊，反正就是我们有2颗蛋糕要去迫害我们的团队嘛，那其中一颗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另外一颗让我再想想 ，Let me think， 好不好？那颗地瓜汁，真的假的？好，福利熊，遵旨。好，小女子照办，好吗？遵旨，小女子照办。大家有没有想要追加啊？没有人想要追加，真是伤脑筋啊！这20口OK 啦，没有问题啊。反正现在没有人追加，谢谢。20口完成，轻轻松松这样没有人要追加哦谢谢你们哦。Jimmy 阿斯这个甜点的部分有葡萄干，我很想也稍微越过了什么基本上今天也算是吃得很开心了，是不是？没有人要追加，我们就结束这一回合，非常的感谢您，非常的感谢你各位。喝口水不，这是茶叶茶叶。好满足哦，太满足了。刚刚有吃那2个蛋糕，什么？刚刚是说有谁要吃那2个蛋糕吗？我就只有说就是福利熊之前送的给悟仙老师的跟5000老师的迫害蛋糕，就是目前猪猪想要等新衣装的这些里里扣扣的东西出来之后再继续制作嘛。那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制作还债了。那其中一颗可能是5000老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至于悟仙老师的小女子照办看说福利熊想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我就准备大量香菜吧，是啦，可以香菜，我觉得可以照办，好不好？我想是爱吃香菜，他超爱吃香菜，好不好？爱到一个不行。
他就是超爱吃香菜，爱到骂他是喷，是不是？爱成这样，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你知道是不是？他因为如此爱香菜，才会一直咒骂香菜，你们知道就好。一直爱香菜才会咒骂香菜。谢谢大家，看样子我成功度过了这一回合。我快来找降落的地点，快来找降落地点！我再吃下去，我就会变小胖猪。教练他盯着我，好可怕哦！教练果然都要偷偷低台。我这个礼拜如果有回去重训课，完蛋！我上礼拜没办法回去，因为生理期。我这个礼拜可能礼拜4或礼拜5会回去。对，完蛋了！他会帮我加深我们的课程重的那个什么重训的那个什么强度，唱马了，完蛋了！我真的变成一只肌肉猪。你们应该不会嫌弃我吧？如果我变了，我还是原来那个我，你们相信吗？如果我变了，你们还会喜欢我吗？海丢错地方了。不是，你在丢什么？你在丢什么？没有人又是谁啦？对不起啦，欧北蛋。而且我真的，不是我每次在感性的时候，你们真的气氛组的，我明明很难得就要讲感性的话，然后每次就是被破坏气氛，你知道吗？小 case 啦，更爱猪猪了是不是？21口啦，来啦，没问题啦。虽然说这位没有人先生还是小姐，对，就是来。就是第21口绝对也是没问题的，我帮你加上很多很多的料。我想小朋友手上都是奶油，好不好？满满的料，那好不好？这边有时候就多一口。大娃，你怎么可以说我是演的？我明明就是非常非常的真心诚意的询问你们，然后就不晓得为什么就多了一口了。没有啦，这是我的第21口。再加一颗葡萄干呐！掉了！怎么一直掉？再加一颗葡萄干，诚意十足。这一颗葡萄干抵10口，你知道吗？好啦，第21口。小胖猪，小胖猪，朱继凯是小胖猪，小胖猪，小胖猪，朱继凯是小胖猪，小胖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味道了。好吃，好好吃，超级好吃。有抗性了，当然没有问题了。然后吃到又打嗝了，吃到又打嗝了，救命！好，这应该真的是我最后一口了。我看一下我们降落去哪里哦。我刚刚设定到哪里去了呀？我真的会变小胖猪啦！救命！我会变小胖猪，变小胖猪怎么办？若是变成小胖猪，你们还要猪猪吗？你们还会要这个猪猪吗？好，不管怎样呢，我们小胖猪的这个生日周边，欢迎大家买起来。我们现在背心的部分已经把我们的那个什么尺寸表上传上去咯。背心啊，不是这个，这不是背心，这是今天蛋糕的原型。来啦，背心的部分那个尺寸表，我们现在已经上传到卖场上面了，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很感谢大宝老师昨天紧急替猪猪确认一下，因为我们一直都以为说是不是只有一个 size， 然后就只能定做20件，没想到厂商跟我们讲说可以混搭，真的是太棒了，谢谢厂商。那现在我们这个
尺寸表现在其实也已经都在我们的卖场里面了啊，在这里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吼，大瓦姐，看看您的尺寸表。好，我们现在这个尺寸表基本上也已经更新上去了，然后没有意外的话，其实就是你们下标之后再自己在那个备注栏备注要什么尺寸就可以了。就是蛮简易的卖场啦，就是它可能没有可以选尺寸的地方，但是你可以在下标之后，然后有一个备注栏，你就说你要什么尺寸的啊。如果说你没有特别强调什么尺寸的话，可能就是预设2XL 的这个状况，你们要注意一下哦，还是要讲一下。即使你是2XL， 但是你不放心的话，你可能还是备注一下哦，大概是这样子哦。反正不管什么尺寸，还是敬请备注一下。好不好？这样我们才想说 double check 一下，才放心帮你们出货这样子。好啦，真的是最后一口了，是先锋兄弟，真的是最后一口了，真的啦，最后一口，应该不会再被追加了。哦，真的是最后一口了，那不是更可爱吗？真的吗，水莲宝贝？那下次我去台中找你，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深蹲？要不要一起变得更可爱、更强壮？话说，他为什么说丢错地方？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晓得这个没有人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没有人先生从哪里来的？谢谢你丢错地方还送我一口，就是最后一口21口哦，这应该是最后一口了哦。然后这蛋糕可以吃3份吗？咸丰兄弟，你对于这个蛋糕居然完完全全不排斥，你简直太有 sense 了啊！不是现实，对不起，你简直太有 sense 了。我也觉得这给人哥这样小喝垮，我真的觉得在做的时候。过程很惊悚，可是做完之后它真的很漂亮，还被科赛特说哦，这简直艺术一般的核废料。那科赛特很可爱，他也拿那个核废料那个图跟我对比，我说哦，真的核废料，我在吃核废料，对，核废料，好好笑哦，天啊！谢谢大家，我今天完成了我今天的核废料挑战，而且所有的核废料，好不好？我都非常有诚心诚意的大口的去咀嚼它。品尝它，享受它，痛并快乐着，好不好？这是 double check， 对，来，我们请那个 double 老师来 double check 4倍的 check， 这样好吗？咸丰兄弟，你居然爱3色豆，你知道这些东西其实是我最不喜欢的东西的整合吗？但是我今天只能在我这些最不喜欢的食材上面去拼凑我可能比较可以接受的到底是什么。我刚刚丢到旧的绿界。没有人，谢谢你，没有人先生，谢谢你，你丢到了旧的绿界，但是等一下，你丢到了旧的绿界，也就是说，对，我们这边有一笔是没有显示出来的吗？硬控再吃一口。不是福利熊福利熊福利熊来了福利熊来了，福利熊好啊，再吃一口啊，吃成小胖猪，你们就不准嫌弃我，我就吃成小胖猪，也不准嫌弃我，知道没有？Papi， 你要帮猪猪姐姐吃吗？Papi， 我帮你留青豆的，还是那个红萝卜的？没有人先生，原来你刚刚不小心跑到了我的旧绿界，也就是说，刚你还有一口。好，没有人先生，我还你一口。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杯子蛋糕就先放旁边好了。而且这个杯子蛋糕，我在擦它的时候啊，我在擦它，等一下，要不然我用什么动词？好，我在擦它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它如果真的不小心的话，它就猪猪的脸就破掉了。所以我觉得我怎么讲都不对了，完蛋。算了，我不要讲话。我还有2口，我吃。我还有2口，我吃，好吗？我吃就对了，我不要再讲话了。18相送都送不完哈，我谢谢你们的。我们送没有人先生，我们回一手回敬他，刚刚还有1口，对不对？对。哦，我在嘟他的时阵，嘿，我在嘟伊的时阵，就说你的，因为
这无小心，这猪仔的命都破去咯，就是安尼啦吼。讲台语真好吼，讲文讲啥都得，吼，讲台语真好吼。对，波波这是大高，虽然说他长得像生化武器，然后没有人先生，我非常有诚心诚意的回敬非常多料的这一口，好不好？我刚刚真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讲话好了。我就很想跟你们分享，就是我的制作过程，对，但是我就觉得怎么那个动词怎么讲都觉得怪怪的，对，就破相了这样。好，谢谢没有人先生刚刚在那个旧绿界的赞助，我还你一口，好不好？是贾斯汀先生吗？丁爷，我跟你讲，他看似很可怕，结果他居然意外的很好吃。重点是，你们快点把握这个礼拜去找丁爷吃肉肉，好不好？我们丁爷肉肉加码真的是你会怕的那种，好不好？我们丁爷肉肉加码不要忘记了，直到5月31号哦，直到5月31号，丁爷去嘉义找丁爷，安排个嘉义一日游，或者是阿里山，或者是对不起，一直打嗝啊，吃太饱，原住民部落一日游，马西也塞，对不起，别再继续抖，我都变成小胖猪了，你们还继续抖，没错，活动没剩几天哦。丁爷不好意思，因为最近我们的活动比较多，然后我们家总裁最近也比较忙，所以大家可能反而是今年度比较不方便过去，但是我这边还是会努力继续宣传。谢谢丁爷帮我们今年又加码肉肉了，好不好？我的好兄弟丁爷，丁爷你加码了福利熊什么东西啊？丁爷你偷偷加码福利熊什么东西？你们记得去领哦，好不好？因为丁爷那边的名单我都有先跟丁爷了，对，而且有时候丁爷如果不在的话，有时候可能是丁爷妈妈或者丁爷的老婆或者是员工你们就讲一下，他们都会知道，好不好？像我就想听一下，对，记得5月31号以前你们过去找丁爷吃肉肉，而且丁爷的这个金奖烧肉啊，我最近很喜欢用那个台式跟算是欧美的混搭之类的吗？这是我最近在玩那个丁爷肉肉的一些算是形象照吧。丁爷你们家肉肉拍起来真的很好看，这是丁爷他们家金奖烧肉哦，我们嘉义政府认证的金奖烧肉，好不好？它怎么搭配都好吃，而且丁爷肉肉很可怕的是，就是你冷冻过后啊，你把它解冻，然后切片丢进去那个气炸锅，消喝起来超级好吃。什么？等一下有人，一下没有人，那怎么回事啊？丁爷两丢。丁爷干得好，撑死他，撑死福利熊，好不好？青草茶好喝真的假的？等一下，水母先生，你什么时候去的？水母先生，你什么时候偷偷去的？你有去认亲吗？你有跟丁爷认亲吗？然后说你是我们的高阶会员吗？有吗？你不要不好意思，然后错过了你自己的福利哦。挑水的姐姐也说好吃的对教练表示教练他会支持我的，因为教练很喜欢喝可乐。教练说他重训就是为了可以喝更多的可乐，一切就是为了要吃更多的热量，所以我们重训深蹲。顶多就是教练会在这个礼拜再让我再多做个200下的深蹲嘛，好吃嘛，重点太多撑死你，知道我的感受了齁。它哇看起来好好吃，北部的朋友要南下可能对啦，距离的确是一个问题，对，但没关系，就是我跟丁爷友谊长存，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搞不好明年也有类似的活动啦，好不好？如果今年真的来不及的话。之后大学9月会在社区大学开课吗？讲脆皮烧肉，不会是我兄弟丁爷？我觉得丁爷他真的是让我真的觉得很赞的一位兄弟，因为他在承接了他们家的店，变成2代的店长之后，他真的在推广嘉义的这些美食的这部分
花了很多的心思，而且也很有心，想要好好的把他们家的这些金奖烧肉推广出去，不只是嘉义各县市，感觉出来他真的是很爱他们家的这个家业啊。对，他们家的家业可以传到丁爷身上，我真的觉得很棒，真的。咸丰兄弟，你们可以去吃，不只是高阶，只要你们是猪猪的会员，丁爷都会塞爆你们。对，就是他会看你会员的层级，看要塞爆到哪一个程度。反正只要你是我的会员，就有得吃，好不好？肥菜快乐水，有领一条这样直接拿起来真香，太赞了，师傅先生！而且丁爷的肉基本上冷冻的话，其实是也蛮耐冻的，毕竟有腌过、炸过。可是他们家应该是烤的，对，应该不是炸的。总之呢，快点趁新鲜吃完，不要囤积。那他们家的算是金奖烧肉，你们想怎么去料理都没关系，但是我真诚的推荐，你们如果真的没时间，就切片丢气炸锅，金价5告喝夹，它那个脆，它那个皮脆跟那个肉那个喷汁的那个结合，一口咬下去，天堂，你知道吗？真的是天堂，没有错。混合作用一大晒，是那个脆皮金价5告喝夹，红骨仙草茶红骨仙草茶是不是？丁爷马上纠正，去南部很恐怖，24小时都要塞车哦。是你要坐高铁嘛是会塞啊，你们可以做到。反正现在不过丁爷那边如果要交通工具的话，要坐公车哦，应该是要坐公车。可以问个价吗？问什么价钱啊？烤鸭也好吃，吃了也好吐。好啦，所以刚好就是在猪猪生日季，丁爷他都很挺猪猪的频道，我们已经加码已经不知道第2年还第3年了，谢谢你们。对啊，然后丁爷他其实常常就是带他们家的金奖烧肉去参加比赛，会常常拿奖回来吼，真的是很棒，很努力，持续在经营他的家业，真的让我觉得这个兄弟真正我刚刚就感动诶，嘿啊，嘛是我的骄傲啊吼，丁爷真的是我们的骄傲这样。官网有价是不是？福利熊居然连官网都，我不知道有官网有官，我吃的好像小朋友手上都是奶油。第22口，我们那个趴趴熊给我的最后一口。爸爸想我多谢你的贵能哥，我多谢你的贵能哥，我要变成小爆猪。朱迪卡变成小胖猪，不准嫌弃我。唔通我气养知无？然后丁爷附近有没有比较宽敞平地这样那个直？他话你要坐直升机早讲，他话有专属直升机，不早讲。彩彩，你现在不是在忙吗？臭彩彩，对，广东口鸭装，然后200到400都有，看大小条这样，是。我们厂商爸爸丁爷现在在现场吼，今嘛呢，厂商爸爸在现场吼，来丁爷你尽量叫卖吼，你尽量推广你们家的东西吼，我的好同学，我要变小胖猪了，但没关系，我今天吃的很开心。有菜单吼，我们快点一起帮丁爷把他们家很棒的金奖烧肉推广出去，好不好？来，南部的公车很可怕啊，对哦，等到天荒地老，拍谁？黑蛋单波，我都自己开车关系啊，所以我没在坐公车，所以那个公车 APP 对我而言没有什么用处，不好意思。去丁爷家，我就一台车就开过去啊，带屯妈过去吃肉。可是屯妈其实相信也是小鸟胃啦。来，我们小胖猪又获得了一口，好不好？我们小胖猪，谢谢。然后我的小朋友吃的手上，可是我觉得啊，你庆祝生日，你吃美食吃蛋糕，我就是喜欢这样吃，我很享受吃东西的当下的那个感觉，怎么样？你就是享受它，就吃的手脏脏脸脏脏，我真的觉得无所谓，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快乐的，就享受吃东西。好喜欢这样，很像小朋友这样那样吃东西，好开心。然后我跟你们讲，丁也知道你们很忙，所以他特别跟我讲说，猪猪如果有总裁要帮总裁拿，可以
尽量拿，知道吗？就是说你今天可能一个人去，但是你要帮3个4个人拿，可以，因为我知道大家真的都太忙，所以刚好有要下去的总裁，你看可以顺便帮谁拿的都可以，你方便就好。如果你不方便带领，嫌麻烦也无所谓。总之丁爷这次有开放可以带领，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很忙。好不好？总之大家的权益到5月31号，把握一下。再来剩下红萝卜，剩下红萝卜跟青豆，这是小朋友。不是，跟我做，你听我说，我喜欢吃的反而是青豆跟红萝卜，喜欢吃的要留到最后啊！你看吃的手脏脏的，那人家小朋友喜欢吃的要留到最后啊，对不对？不能才刚刚这样1码快减7公斤，你们现在丁爷的金奖烧肉真的加小和甲胡说八道先生，你现在是我的会员，你过去会被可能会被味道，就是不敢再去嘉义。你也是这样非常好客朱迪卡的会员是不是？这个没有胖一圈不准走，这样子让你下次不敢再踏入嘉义一步，这样子阿嬷式的喂法就是丁爷。给啦，都给。你看丁爷就是这么豪气，你就不要被丁爷遇到就准备被喂到死，喂到撑，你知道吗？真是这样。不是啦，你我头拄讲的，我介意葡萄干，就是因为有鸡两个斗阵吃，想讲安尼吃嘛是袂歹，不过这摆吃咧。我觉得我果然还是正常人，我果然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葡萄干，我果然还是很正常，我放心了。对，你好，我想不到，对，这是3色豆蛋糕。我今年的生日蛋糕是非常，我今年生日蛋糕尺寸表不是，好吧，这个是猪猪我今年生日蛋糕不是，这个是丁爷他们家好吃的肉肉，对，这不是我的生日蛋糕，但是丁爷他们家肉肉，快点支持起来哈。然后我给你耶，给两个谁最安呢哈？这是我自己做给自己的生日蛋糕，也是我们家高阶会员送给猪猪的。对，我现在就是在吃我这个生日蛋糕，我没想到意外的吃得很快乐我真的是小胖猪吃了有动力减肥，真的好了，我22口我解决了，然后没有人先生的部分我应该也还完了吧？没有人先生的部分我应该还完了吧？脆皮烧肉健康的脂肪是没有错，而且如果你们喜欢它吃更加啪哩有点像饼干的那个脆脆感，真的强烈建议你们就是切片直接丢气炸锅，一片一片拿起来它咬下去真的是好好吃我很喜欢把丁爷他们家的那个3层肉切片之后，然后反正就是全部丢气炸，然后它那个气炸还可以炸出很多很多的猪油，但是你拿起来它真的很像那种，就是很脆的那个点心肉，你知道吗？好好吃真的超好吃的今天烧喝甲那本北本一当夹3碗，真的3碗的饭逃不掉，很好吃。葡萄干没有什么。我想说的是，我果然还是个正常人，对，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葡萄干。好，这就是结论，谢谢。就跟我会为了我的内裤抗争到底一样，好不好？为了内裤，我会抗争到底，谢谢。下去你也抓不到你吗？总有一天，就连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抓到福利熊，对，抓不到，也不知道到底，可恶！就只有吴昕老师看过，对，猪油拌饭也好吃啊，谢谢你吧。对不起，我真的变小胖猪了。好啦，小胖猪真的，今天的量真的是摄取超标，应该是最后一口了，真的是最后一口了。完蛋了，变胖你们要负责，完蛋了，完蛋了，我一直在打嗝。好，没有人先生的我应该也还完了，我应该都还完了吧？我应该都还的差不多了谢谢你们。我现在找降落的地点，我现在时间来到的4点40分，我来看一下降落要去哪里呢？小胖猪就是我，朱蒂卡。小胖猪，
我们去找思琪吧，好像有一阵子没降落过去了。好，刚好遇到他，大哥真的是完美的宝格哎！吴昕老师没看过全部是因为你当中是挂嘴昂的哦，因为你那时候是戴口罩吗？对，完美的宝格先锋兄弟，光合作用我真的吃好饱，我晚餐不用吃，而且吃到整个那个手跟嘴巴旁边都是奶油，这样子的吃法最快乐，我最喜欢这样享受美食了。隔天才是宝格，哇！我其实很不好意思给人家听打嗝声音，但是我觉得没办法，哎，小胖猪啦，你们要负责啦，涛啊，福利手、小妮妮，还有阿吹，全部都要负责，还有没有人先生啊？好了，小胖猪带你们降落到思琪那边去哦，谢谢你们。我今天吃的很开心，吃的跟小朋友一样，开心的跟那个孩子一样的，你看看。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我们生日季的第2天也完美的结束了，我最喜欢你们了，我很喜欢过生日哦，非常非常喜欢。然后今年把专辑做完之后，比较有多一些时间可以陪伴大家，也是我自己也觉得很踏实的事情。当然之前在忙专辑不是说不踏实，而是靠北超想你们的这忙专辑没有办法录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跟你们聊天，那阵子干超想你们，只能这样讲。哦天，这太饱了，我不要讲话，一直大哥。好了，明天我们要拆礼物哦，明天仔你看谁的礼物来背来贴礼物，应该是这样讲，我们要拆礼物了。谢谢你们今年寄给猪猪的小礼物，不管是大是小卡片啊，或者是想让给我惊喜的一些很奇怪的东西都没有关系，再奇怪我觉得我应该都收过了。谢谢你们，第1年我们新装已经公开了，我再给你图没有问题，好不好？刚温刚下どうだ？それでは間もなく思琪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要降落到思琪的频道咯，咱要降落伫咧思琪的伊个频道啊，请下好你的安全带，准备咧降落啊哦。这段反正是对啊，这段是我。谢谢光和周佑，生日快乐哦！好，薄荷你也辛苦了，谢谢你们，感谢你们让我变成小胖猪的你们各位，谢谢啦！明天拆礼物见，拜拜。